生活在荷兰的维瓦人聚集在首都阿姆斯特丹议会大楼前，举行了抗议中共政府在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对维瓦人实施的各种欺压破坏、独裁暴政政策以及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示威游行活动。荷兰首相还特别召见了阿布多惹伊姆，表示对于东突厥斯坦维瓦人和其他穆斯林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打压深感忧虑，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东突厥斯坦维瓦人。9月12日，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名证人表示，自己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专门负责东突厥斯坦阿克陶及巴人乡8个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电力维修。表示阿克陶和巴人乡的男性基本被抓捕或关押在政治教育培训中心，一个5口之家全部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和关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马杜罗将于9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马杜罗12日出发前在机场发表全国讲话，他表示：“我将前往中国进行一次非常必要、及时和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土耳其外交部长与优良党民族代表埃登根据8月30日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证明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以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秘密囚禁数百万维瓦人的报告，严厉谴责了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维瓦人所做的一切破坏，强烈呼吁世界各权威组织进一步共同关注并施压，解救无辜关押人员，解散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借吉尔吉斯斯坦突厥理事会第6次峰会之际，埃尔多安与纳扎巴耶夫举行了单独会谈，就经济、贸易、国防、文化和教育在内的双边议程及其他问题进行了磋商，并签署了5份文件。同时，在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投资论坛上，签署了投资总额为20亿美元的20多份文件，由2国相关机构和私人公司之间签署。